还有在其嘅居民喺重建家园嘅时节，也会面对过多法律问题，使用人天数，从申请保险、死亡认定、请求骨牌也到。司法院长来研究路讲，为促导夫妇在其嘅民众，提冲在其嘅法院，如会成立所在民众法律服务中心。 虽然过后民众无限地整理环境，重建家园嘅时节，有遇到法律问题值得关心，就系虽然大块贴膜为申请保险，唔见提嘅仔面嘅死亡认定，但还含包含土地纠纷、退款险送，还有做地申请国家赔偿也有问题。其中申请国家赔偿系遇到民众最关心嘅部分，法律专家表示，为申请国赔，听说会合乎几类条件。 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确实涉及到公务员他当时执行职务的时候有些故意或者是过失，这都有待一些要件的认定。那位仔面有法律问题，是有协助嘅部分，司法院长赖仁洲表示，除了做得透过民间单位，那位啲冲在其嘅法院未有成立专门单位提供民众协助。我们从这个司法院也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在南部的。 这个8个法院都来成立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专线。如果他们有些司法上需要救助的地方，需要特别协助的地方，一定要能够很诚恳的、很积极的协助。 司法院啲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推动同花莲嘅地方法院成立法律服务中心，能为法律付出基金费，未提供专线，用基金费打进天花本民众嘅方式，提供正面并有嘅法律协助。客新闻综合报道。